台语字真趣味，相亲啊，赤白白，台语安尼写赤白白。赤白白一般是用来形容女性凶巴巴、强势、凶悍、泼辣。大家都较细致咧，听讲咱这个新来的女主管赤白白，若犯到伊的禁区，一定甲你修理甲青笑啊青笑。阮大姊离阮的庄头是赤白白出名，若去甲惹到，绝对互你一顿粗霸。所以从我细汉到大汉，拢无人敢欺负我。日本的漫画《蜡笔小新》，这主角小新出头真多，真爱母猪母狗变鬼变怪，不时互伊的妈妈甲修理，所以小新拢讲伊的妈妈赤白白。啊，南韩有一出真受欢迎的电视剧《我的野蛮女友》，女主角就是赤白白，若无顺伊的意，就发雷公圣地，话要甲男朋友累死。啊，男主角单纯善良，真吞忍，就是真爱女主角，真甲挺性。所以唔通想讲查甫人拢介意温柔乖巧听话查某囡仔，有的男性就是欣赏赤白白的女性。因讲赤白白的女性真冲、真敢、真有个性、真有主张、真有自信，因就是介意这味的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赤白白，实在真趣味。